更加名录社群按发态度，免受风雨的社团后龙大社司成立到今，各项工业的成员加风来超过23000人呢。希望屯爱后龙的力量和控态，大家行出虚拟世界交流讨论，里面家庭用办事些的方式，屯大家串联起来，每大帮安尼相应过去，安尼后生的大家乡为韩国有发展的机会。去年呢，伊呢还提同新路街前面一栋老屋成立的后龙湾客店，最近旅游成员用自家的专业和自家出钱办呢几个月展，开始的艺术驻村的计划，嗰度自贡如去探索能量又再个强减起来嘅，想为后龙变啊韩国好安尼嘅想法，伊呢希望一直唔会变黑。因为在这边大家都一直就是怕付出的比人家少，不是赚的比人家少。本来人家还在观望说你们是来做什么的，吵得起来吗？我说同心老街不能再睡了，要赶快活络起来。当你发现你一点点的努力，而能够影响了更多的人，愿意跟我们一起做同样的事情，这样子的感动的力道，确实是让我觉得震撼不已。某类染改、重改，该国各地方政府持续尽量公布数项，出变出各种等一下的图文。目前我做的就是猫熊，然后龙环顾大地，看着我们在做事。真的再不做环保的话，那未来就只有书本面才看得到了。然后要做一些猴子啊、企鹅啊。可能都推的高雄、毛竹、星光三月，也就收藏，唔知看一到亚种气球装置，亚种艺术品，唔知看一到。人家较上海地方咧，较无法度去到都市风的人咧，去到去那看，嘿，就做想讲反儿童节要到的咩，就做本新年的欢喜。专门做婚礼、韩国办法同创收不败的东西，系后龙湾工作坊嘅施展，从该国各地落户嘅地图不败准备为展览，是系挑一摆。老街气球以前都是百货公司气球，要不然就是展览，那就是发想看看玩玩看。古典跟现代的冲突吧，嘿，就是你项目都漏不过做漏东西啊，漏东西对方有没有给过耶？一个国喊做出安呢？就是一种冲突感，但是冲突有时候是一种美感。两位系后龙湾客栈，已经全力红颜冷嘞，记得系挑一届第二位才发回展览的。客栈就是可以任何人经过，任何人想要驻足都可以进来里面。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愿意返乡，然后驻足在这里，然后用这样的在地的力量，然后引导更多的人愿意出来为故乡做一点事情。永隆社区东发塔青年军地面书红新店后龙台社时上摊，天然先生见来见到，也见上围绕聊聊的，在高类空台。原本都是在那个 FB 里面交流而已，然后后面就渐渐的大家拉出来聊天啊，所以就渐渐的聊着，那我们就成立一个市集哦。好，一开始是好玩，然后接着就有一些想法。那我们因为已经有这么多的在地的好朋友，他们愿意进来这边，就是做这么多卷起袖子付出的事情。然后后来我们去年大概就开始，其实有这样的想法，希望能够更深入的投入在这个区域，所以我们就是租下了这样子一个地方。杭州苗路世界盼续节新店之改点，为大家做找到。一开始我们因为都到处去做市集，所以没有一个根的地方，没办法聚集人潮。那有可能我在这边聚集这一批的人，那下一次会不会来不知道。那我未来要找这个的摊商，那怎么办？等待，所以就一直在想那怎么办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找点。就来了解点，做嘅事情就很难到嚟，只係先得眼到，很係為眾人大家嚟做下好，所以工商付出出來卡頭期，也開始嚟了解藝術業道做呢度嘅計劃。我们要回馈后龙，因为以前都在这边结交朋友，我们创业几乎都从这边开始。
大家朋友硬挺上来的，才有我们成立到现在。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气球展，让更多的在地的人能够再吸引回来，然后给在地的人能够感受得到，其实在地的力量，其实就可以让它发扬光大。慢，我们不怕，我们怕没有开始。没有 logo 的会像这样。我也要。来，谁要帮我起白胶？好，2个就可以了，2个就轮流，好不好？有五万客产老通工学校2特別，兩年學生兒也同下來退休，參加家鄉事務。藉由讓小朋友出來外面體驗他們家鄉的文化，比如說動手實做氣球，那未來他們也許會成為這個地區的主人翁。那他們是不是可以把這些文化傳承下去，或者介紹給他們的朋友？他們有認為自己是個小主人翁，然後把這裡當成是自己就是很重要的地方，所以他們不管就是請他們幫忙做些什麼，他們都還蠻樂意的，而且樂在其中。好 ，OK。這個做心情做會較好嘛，結果啲新人要親愛咩，其實睇人嘅動開啦。來看到幾多做動歡喜哦，就是這是心情動好啊呢。所以也有看過長頸鹿嗎？沒有。也是在可台水動物園。有在動物園，對。所以啊，你們要知道，愛護動物，愛護友善環境，你們未來才能真正還是看得到這些動物存在，對不對？按照後生人嘅醫療，也大為打造起來，提供一個當好嘅學習嘅場所。嗰啲都方邊嘅當多，不管係文化，也係講兒童做得來學習嘅啲嘅內容，提也都好。地平活動中也學嘅多東西，大幫展覽、生態影片，小朋友還能認識世界生活嘅環境。因為我們用氣球展現了叢林，展現了叢林裡面有動物。可是呢，我們當然不是只是想這樣做而已，我們想告訴大家的是什麼？如果你們不友善土地，會有發生什麼事情？地球爆炸就沒有森林。第一個學生嘅吼，從沙其中製作學到當到課堂上無共樣嘅東西，過來都對學生嘅來講嘅話，未來佢會對一個沙器更加認同，然後對一個沙器更有感情，產品咧有可能講流動一大位老大發展嘅很較好。如果6張牌加進1張，7張牌，我們再考慮一下，是7嗎？是7嗎？對，確定？我覺得應該是9張的。1、2、3、4、5張牌。5張牌。兩日學產動腦面，教來經驗在嗰盤學習，就技術表演、露頭擺成一個高嘅東西，老 DIY 工作坊。地方都是很均勻，才不會哇沒有觸到。小朋友當專心嘅讀嘅常識，放出幾時嘅雜組，童年冇空中嘅作品，也有讓一群小朋友為老畫好嘅人工嘅送好餐。把他們作品留在客棧，然後種下一顆種子，然後他們就會就是種子會慢慢萌芽。他們有空會想回來看看他們的作品，然後他們就會帶朋友進來，然後我們的後龍灣就會慢慢被大家看見了。看到像後龍這樣的地方哈，就很少有這樣的活動，有這樣的平台哦，就感到走出去，也不知道帶小朋友去哪裡，覺得是蠻不錯的一個地方，然後小朋友也玩得很開心。中年落來呢，喺那盤學習嘅聊聊欣賞，也有實際切中向下嘅機會。他們藉由這樣的平台，能夠做這樣子的行銷的動作，還有互相鼓勵、互相一起提升，然後未來他們真的是在創業這條路上，除了有伴以外，他們也可以互相學習、模仿、成長。讓我們的產品曝光率增強之外、增大之外呢，然後也希望能夠多認識一些人脈。對，增廣人脈，然後還有就是因為後龍在地呢也有生產花生，我們希望說未來能夠在這裡也能夠使用到後龍的花生，照顧到後龍的農民。就大家回來一定有事做，起碼吃得飽，再往外發展。對，所以漸漸的我們就在這邊落腳生根，那把它當成自己家的感覺。每一個人就是有自己的特色，那全部加在一起的時候，就會變成很多的星星一起發亮。所以我覺得在這裡的話，就是有一個交流的地方，然後是一個很好的地方。就是大家都傻傻的一直在付出，那這種感覺是會傳染的，就覺得大家都會一直很想說，我有什麼東西可以拿出來，我有什麼東西可以讓大家看見，跟大家分享這樣子。貴頭
头前这个条啊，因为算哦，总共5支，安那间隔呢就50公尺，总共呢，与150公尺。考察素材提嘅通讯路徑唔係易衝，不過對兩條橋點嘅路建築，係你看得到佢透過嘅風化。光復後34、6年，那時候是最興盛，紅燈綠酒，然後賣什麼有什麼啊，不過都是委託行，都是大陸進口啊，然後就是在這邊呢寄賣、販賣這樣子。嘿，唐阿門為什麼是前1、前2、前3、前4，因為前9。啊，家咧，坤1、坤2、坤3、坤4到坤9，为什么？结查甫，结查甫。哈哈哈哈！什么差不多啊？好像天地，你看《易经》来对哦，乾坤乾代表是天，坤代表是地，乾坤有天地啊，有查甫就有查某，有正平就有，100分。往水涉境外，很難為人士兩條後路最早顯現嘅街路。公司寮漁港，所以進進出出，那就是淤沙太嚴重了，慢慢的就沒落了。沒落之後呢，這邊都冇談到探家，所以你看這邊剩下9戶人家。唐人偷攬就發現，人類了不是很精彩。我們一定要田野調查，而我們調查的話，就是在 Google 呢，沒辦法 Google 的東西，一定是篩挑購書，那個篩挑購書就是私房的，人家呢，你要來問、來採訪，才可以得到這個寶。而且是看老街啦，就足好的啊！咁啊有啲办这个正老一定哦，实在种爱即阵这人，大家种足用心的，啊大家搞阮这真系太了解咱。要集中力當地嘅興盛發展，為到會堅持最偷生嘅想法，佢都唔留任何單位宣傳機會，全支持設計。我覺得只要有錢進入，或者是有人進入，以後啊一些不必要的想法做法都有可能以他為主。那我就喪失我一開始要的感覺。志工的力量才是我們最想要的東西，甚至又在感動了其他的新的志工加入。我們要的就是這樣的力量，那也就沒有所謂的經費的問題了。就是多少經費我們不在乎，我們在乎的是要不要動起來這件事。由基層，然後扎根，然後慢慢的把這個社區營造做出來的，而且他們更難能可貴的，他們不怎麼想要靠政府，年輕人返鄉參與社區營造，協力故鄉再造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我們看到這個傳統我們的老農村呢，它能夠再發展的一線契機。對這塊事做到嘅也是多到困難，受到質疑。不過佢哋並冇表態。第一擺參加歌唱當中，還能認同自己嘅家鄉，後路也確實認為就嚟見到當地嘅改變。2年多的時間以來，我們從網絡平台到現在2萬多人，然後甚至到其實全國，其實有些朋友都已經開始在關注我們這裡。那我覺得說，其實不用管自己能夠做多少，就是想辦法去做，然後就是互相幫忙，共生共好共榮，那總是會讓家鄉會有不一樣的改變。